朋友们啊，我发现这个带小孩是真的蛮累的。现在我们在家里都不怎么拍视频，总是怕吵到他。唱评弹也只能小声的唱，因为这个小孩一哭啊，他有时候就停不下来，甚至有时候我们都有幻听啊。我们在外面吃饭，他在房间里，我好像听到他在哭，开门一看，他没有哭。本来还能去找外婆唱唱评弹，但是这次舅妈回来了，然后舅妈阳了，结果舅舅也阳了，外婆状态也不是很好，现在一家人都在睡觉呢，所以我也不能过去。那大家肯定会问，你们不是请了育婴嫂吗？带孩子应该很轻松啊，因为这个育婴嫂我们是机构里请的，是有合同，所以非常的正规，节假日是要休息的。比如说接下来的中秋国庆，那就是4天，那么平时1个月也是只做26天，那么4天是要回家的，因为阿姨是无锡人，来回很方便，所以今天早上阿姨就回家了，回家3天，那么这个3天就是我和镜子单独带。甜甜终于睡着了，不容易不容易。现在我出发去买菜了，今天早上我负责买洗烧，镜子就在家里哄宝宝。拿个椒，再拿个洋葱。有多少？好，就先这点，称多少钱？对，这个豆腐多少钱？2块5。好，拿个这个。猪脚不用，明天来买猪脚。帮我称个50块吧。镜子啊，我回来啦。你在这里多少钱？一个蘑菇豆腐肉丝汤，还有一个青椒鳝丝。镜子，将就2天啊，撑到阿姨回来。啊，小祖宗我来了。啊，爸爸来了，爸爸来了，爸爸在呢啊，爸爸。你看，咱儿子闭上眼喝奶，太会享受了。忙了一上午，终于可以吃饭了。镜子，我吃完了，你出来吧，换我了。爸爸来了，爸爸来了，乖，我们睡觉了，睡觉了。养育之恩是没办法回报的，自己做了父母才知道，这里面你要投入的爱、精力和责任是没办法去计算的。好了，吃奶嘴了，不哭了啊，咱们睡觉了，睡觉了。